觀眾朋友，今日個好無歡迎收看《福起來》的阿明姑劉浩明。今日福起來啊，小姐伊個改貼配的後生人，伊係扮演其實啊也專業係伊個水天師傅，但是呢，伊同時嘛係我哋屏東的一個消防嘅義手。伊今日來到我現場，我同我哋分享講，伊係用把科技帶入我哋嘅農村，同時用我哋健保上去舒服我哋嘅家人。馬上歡迎今日來賓，我哋邱建權，建權好。主持人好啊，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屏東縣竹田鄉竹田消防隊嘅救護義手邱建權。建權，其實你這個本來係專業係水電工嘛，吼。係。啊，你幾時時做嘛？我去拖我哋呢消防呢，專門去做我哋呢一個算是救護嘅義工咯。以前我嘅大學係大人科技大學，大人科技大學伊哋底部有啲消防系，我也時間蠻做兵出來，第二讀嘛嘅啊，有別人有介紹哦。也可惜啊，底部嘛有水嘛有天，嘛出入軌道啊，講也可以試看看啊。啊，底部老師啊同人講哦，消防隊做嘛嘅啊，人哋冇去做消防隊嘛可以做義手啊，救火啊救護嘅，啊人哋救護嘅，嗰種可以試看看啊。啊也時節以前人哋學校本來等以訓練。你的 EMT1 嘛，就會那個配合屏東燈會要去做那個醫療組的，那我們就剛好你去做嘛，你做完說，哎，當時有興趣嘛，然後人家又講哦，來看看那一點，昨天那個消防隊可以你去做義手嘛，啊，後來半年整編一次，那就剛好我也是等了半年，然後就加入到裡面，到現在。說不定我哋幹部都講，我5年做5年咧，我講我做安久咧。咁5年有啲紀念品冇？譬如講伊啲勳章啊，冇咯。有哦，有啲有嘅小勳章啊，我蠻唔抵有呀啲東西啊，伊本來當抵啊，我講那我有，但係4年嚟講，唔會變金十字雨傘標嘛。喺我見學人咧，伊啲消防呢地方又有水又有天。一部分係唔知家講，唔知家當初係先學水天，還是講呢批係哪學嘅咯？我之前係我哋狀況愛種東西，我要行呢係水天嘅，行嗰度擺，而都冇愛來，有個奇怪行到我過年嘅，然後見吹，而最後天花都冇一隻，就放我鴿子嘛，然後我去家喵，哦。有興趣了，然後就投入到這邊，也已經超過10年了啦。我覺得講其實這個軌道嘅專業都係因為當時有需要、有需求，哈。嗰時候後來這個名都有興趣嘅，嘛名宿嘅，你變成人家專業嘅。好，唔過喺水天嘛，喺消防嘛，係安尼嘅吼。係啊，我哋做水天嘛，有講也有騙人講啊。村長會來，冇牌啊，嘛肯定冇牌啊，因為人家談到嘛講，好，我去考，陣間嘛去考幾張啊，丙級、乙級我都考了啊。這個我考一間水電有限公司啦，所以就是現在就是變成我這個做頭家，這個加投入做。人強人傑唔得的。沒啦，也算係個通力啦。係啊，嘛也是要感謝他。如果係冇錯嘅，那剛好來考嘛。係啊，對啊。但是因為其實按你講好來講，就真的講，至少係行到一條正確嘅路啦。哈，因為其實。有時我真係我講啦，其實有啲地方真係係，譬如我哋個偏向，保險行業，而家都去到幾邊，你唔知穿得到嘛？嗰時有當然真係唔想去，係啊。實際是真間是真正有呀問題啊，有啲問題啊。可能一啲天賦發現啦，一啲插座發現，有啲時間唔係單純這個問題，有的時候它會牽扯到很多，變成你如果要多收費，你講那按貴哦，因為啲東西按貴哦。有的時候我哋會搶員工，有的時候我們車子我們這樣子跑，我哋只有按壓的距離啊，有一些油錢嘛，那也要算進去，那變成我哋去家業界都有一些講鐵絲條啊，可能唔會加吧，因為價格問題過大，有冇錯？有啲時間。
我哋都冇存到錢，又本金工，我說又可能存錢，又冇用好用，以為冇，有點我們也有難言之隱。歸避難啦，對。那還有一個問題嚟講，因為其實而家好幾度係，啊，你講老人家單身嘅狀況嘅呀。如果你譬如講，好簡單嘅天火啦，嚇，冇你講溫東風，而係溫唔到，而白唔上去。我如果有可能會喊水天師傅來幫，但問題係人家講你簡單工作你要係數多錢，人家都冇咁多規避難。係啊，以前我哋差不多鄉下地區比較常發生的，以前喂喊水天的，一下要喊3到5個，看誰先來，變成他已經有人先處理嘢，唔是我，又冇打電話俾我，我哋又多嘅時間，我講唔是拍攝，唔是，那真是規模了，已經好幾次了，變成我們也很困擾了，變成那這樣久了，其實我們人也會覺得，那乾脆就我比較純種的拉波啦，純種的拉波就同時我哋咧叫尾順，冇都唔是講嘅係啊，但是你這個後來可以做我哋咧收，講那個救護醫生以後，其實嘛做出一啲想法啦，你感覺到其實也真係喺你這個有心思啊。但係如果其實以前嘅經驗地方有參加過高雄嘅國泰，有一擺國泰大火，那個陳忠誠，係幾點樣嘅情形啊？你即刻同我哋分享下好唔好？就是條我拄好唔是上班嘅時間，我四周傳嘛，然後看天咯，我看高雄有一個大的陳忠誠的火警，然後想講反正冇乜個事情嘛，然後講過去看啊，看有乜個 attention 嘛。我都現場看到，學長們都已經在收尾，都在灑水，都在收尾了。我覺得結束了，也可能沒什麼事情。然後現場看啊，問講也是用來發生的。可是當紅的人啊，逐層搜索，慢慢搜索下來，可是就有那個雲梯之後開始把大體都運下來。那個時候。冇醫生提現場評估講也是有救冇救，我哋唔可以講醫這位，我醫生講能算，我哋就會就是該做 CPR， 我們都是要做啊。我嗰度各種樣子，全部都是在八樓推啊，走廊啊，就是被煙燻到昏迷，然後後來就窒息了，然後就是各種的那種樣子都有，然後人哋 CPR 然後一樣。那個血水就從口鼻這樣子出來，我就說，我就偷問學長說，要不然有救哈？然後有也大體，又唔可以提現場嘅，人可以問哦，唔可以吞嘢成嘅，我冇，但係要吞幾個，就是真正嘅幾個時間還是有一些冇爽快啦，因為我哋學長就講媒體記者其實都有在看嘛，那我們也是就照流程走，那就是該做什麼就做，那剩下的就是交由醫院還是看那個長官那邊怎麼處理。那個時候我是大概我記得應該是抬了15具大體，然後2個活的，2個活的為什麼他們會沒事？一邊提伊個乾的地杯，伊個腳唔方便，冇法都行。這唔得，門有關係嘞，都冇事情嘞。有的是提伊碌卡伊個門啊，冇法欄杆吶，伊的冇底杯伊個門啊，那個煙會全部跑進他的房間，就變成他也是在他家邊窒息死亡。我嘛有朋友提底杯，伊講伊看到伊個雲梯車從伊個條線啊，你過去也看唔到伊啦，伊就講佢絕望啊，因為覺得會冇機會啊，一定是拄好有就都。不當風帶救，那後來他也是插管在，我記得好像是加護病房插管插了1個禮拜才醒來，後來他也是說他那邊就搬走了。當初你唔係講因為被整邊去救災，你去到嗰邊還是有下去救災咯，錯嘅。我聽說我問講，學長，可能在。抬那個人的時候，那些東西拿吞送也擔架嘛，按那種好誒。因為有些學長就講清晨3、4點衝回來滅火打火，早上又救護班，所以他基本到下午他都沒合眼。我說學長，嘿，乖乖啊，學長，你就是做超人。然後他說，反正沒法度啊，就排班吶，我們其實就是。
幫忙拿東西比較多啦，然後就是頂多推單價啊，那就是可能就是幫忙搭一把手這樣拉過來而已啦，剩下我們也不能上救護車，因為我不是這個轄區的，那我們就是就是加減幫忙而已啦，這樣。可是其實太火來的時間，其實他人都想唔到，但是都在太火來的時間，我們可以去用去自救，同時我們在想下，係咪真正都夠安全咯？有問題，下一段節目我哋嚟問解決。休息下喎，下一段節目我哋咪嗰度過精彩故事。翻下古來福起來嘅，上台節目來自我哋屏東族田嘅邱建軍嚟到現場同你分享講，而做救護義手嘅經驗。我就想問一下，因為途中已經有一啲陳忠誠嘅經驗，但是我哋錄喺睇屏東嘅一啲算是鄉下啦。因為講，像你看到我哋都市型嘅一啲負債同我哋鄉下之間面臨到嘅嗰種問題嚟講，我哋一啲防災嘅觀念都係有乜嘅差別？我哋住田鄉啦，那個長輩比較多嘛，那嗰度人會可能在煮嘛嘅東西啊。我哋中風有用的煮東西煮到天邊去，走出去有的燒起來可能燒一啲白的，燒糊啊，有的是那個廚房嘛，燒到天花板都掉下來了，那就是長輩的記性比較不好啦，變成就是常常就是。可能就是就算是常推工火愛關，咱可以出去啊，因為嘛會聽不懂。年紀大嘅有時真係記唔得。係啊，可能人哋助警器啦，我們人哋消防局都會做講裝助警器嘛。可能你去家只有出去嘅，你的鄰居有糖到上癮嘅時間，可以來屯天數講火聽不懂會關嘅，然後給屯關。我不然就是及早通報，趕快把這個問題給處理掉。那就是我們都是常常消防局都說，就是要說家裡要裝助警器啊，然後或者是放那個滅火器貼上去，可能看到有火的，有那滅火器，能及早發現，趕快把它處理掉。總同講個助警器啦，你講我哋喺咧睇某個地步嘅一種警報器啊，你從前面帶來兩種，但係兩種助警器有乜個差別啊？一啲係我哋消防隊嘅嗰種嘅偵煙型啊，就是人家說的煙霧偵測。有煙呢？係有煙呢，可能燒東西啊，有那個出煙啊，係出煙嘅時間以為係。我哋睇廚房嘛，我哋咧煮菜啊，會有油煙嘛，可能就會誤爆。有說一件事情嘛，對，有一啲又係真熱型的，有它的溫度只要超過大概60到65度，就是那裡它感應到。溫度有增加，那它就會也是會發爆，就是撇除掉就是煙霧誤爆的問題啊，或者就是浴室剛好跟廚房又是在一起，然後洗身啊，洗歸洗會水啊，那個大門大口的啊，鹽啊會總一樣，那個也會誤爆，那就是也是一樣，只能裝那種偵測熱源的那一種這樣子。人家還有補助嗎？還是講可以申請？以前消防隊係差不多1戶1個啦，那我哋有總個嘅可能有造冊嘛，有造冊可能都有丟個嘅，你就講可能無法度嘅，你自家去大賣場買，冇錯，係啊，我哋自家買呀啲東西，我自家身後啦朋友啊，火燒係有嘅差不多6件，我哋朋友自家工廠。伊電間呢嘛，係規棟有嘅，全部都燒槍槍的攏有啊。然後講，其實呀，東西也沒幾百塊，跟一棟房子，你會選哪一個？這個就是買保險的意思。那火災最怕就是你沒有初期把它給滅掉的時候，一旦它溫度過高，我哋滅火器啊，那個水鐵燒就無法度。大係，我係搶消防隊來，有嘅時間，即家有個燒，有燒到挨屋嘅，嗰度，我有朋友嘛係陪你個麻煩，係，像我哋屏東鄉有一間屏東市有一個火警，伊是
中間有一啲農機具行燒起來，結果有燒到成效嘅差唔多4-5個，加油站有提成效，然後我哋學長啊，全部指揮站全部都在加消防隊，我說哇，這是消防加油站人在，加油站亡人亡嘛，他們是直接死守在那邊了，直接，火路摩一起車過去了哈。嘿，因為我們有的時候，因為你看到嗰度消防車，你睇灑水嘛，你看到嗰度壓水嗰度，其實人哋一台消防車以全力輸出那個水的話，差不多5到10分鐘都冇水嘅，沙槍槍。嗰度人都講啊，按夾咯，我加水可能一台車有貴氣。係可能哦，比如講去吹啲消防栓，加水可能要加半點鐘。差不多5到10分鐘灑下嚟，如果加水，如果差不多半點鐘到1點鐘，你看也差距是鐵胎，有的時間火鐵胎嘛，灑水過多的時間，那消防栓是無法負荷，水就不夠，那我還要跑到隔壁的鄉鎮再去把水載回來，再中繼給那些消防車，變成就是也是要經過現場，我們才知道哦，原來是這樣子，真的就是有的時候看到那個什麼說什麼現場消防栓沒水，因為它已經使用超過它原始設計，那你不能說它沒有，已經用了早黑的啦，嘿，已經你用過頭了啦，那你也不能說它是這個消防栓設計不良，可是它每一個東西都有它設計的量，你已經超過它的量，它當然就是不夠用。這樣，可是人家建議你講，其實一種東西，跟你講，比如講一個成像唔多，冇你講，這個你即刻去買嘅，好，其實一部分睇我哋唔光睇我哋做下來講嘅話，其實係個可以創業嘅一個先進步嘅情形啦，至少唔會講到講。車太火時間，那看到火，其實已經來唔及了。其實有時叫做以偵查到溫度冇同樣嘅，甚至有燃的時間，伊都會見報出去。對，但是你今日嘛帶來兩個冇同樣嘅消防嘅一種滅火器嘛，哈，該兩種滅火器有乜個差別呢？我哋一般消防隊會講的，就是我哋的乾粉滅火器嘛。對，那你看他們的這個就是一般家庭也不會介紹的啦，就是二氧化碳滅火器。也兩個差別吼，也得有粉啊，噴下去會耐落去啊，會燒天奶，米也會燒卡。伊個功用要看呀啦，也有一啲滅火那個效能跟滅火那個項目，就是講來的，可以滅嘛個，可能哦。紙箱、書本，這個就是一般火災，就是 A 類，剛才說的 A 類。油類就是 B 類，就是我哋煮菜啊，或者我哋加油啊，或好風多的時候，風一輪。啊，油也可能電線走火，就第 C 就是 C 類。那你看我們這個乾粉，它這邊有3個，就是這3種火都可以打。紙箱咧，係的咧，油咧，天氣咧，也你看。要亮哎，因為一般火它不適合用，因為乾粉的原理是它粉蓋上去，它要把它跟空氣隔絕掉，就是讓它火不要再燒。可是二氧化碳它只是把它的空氣給隔絕掉，可是它的溫度還在，可能眼睇紙箱啊，火嘛睇底部嘛，眼大是大當風的火大係啊，我底部話佢燒啊。我用水啦，因為用乾粉哦，也只是暫時壓制它，你其實還是要再用水把它降溫啊。那我們基本水也不一定馬上拿得到，那水有的時候也不適合用在某些場合，那可能就會介紹這種滅火器。我哋七卡路卡嘛，那滅火器有差不多7種，也是一般2種歸從會很常看到啊，有的迄細罐啊，有那個網購常常就是我們給噴的樹紅啊，唔講火啊，有一些拍鐵的呀，人家說新的啦叫潔淨氣體啦，那個都比較貴啦，可是因為我哋去甲做遐的消防員，然後講啊，都買一點看啊，不用啊看，我用到的時候看有哪個差別啦。那最常用的就是這一支二氧化碳，因為以睇打火的時間唔會有粉啊，打起哦，通常啊，我哋要打唔起的火吼，那就可能要改用乾粉或者是再用水啊，因為有的時候火可能一些時不能都提壓，你用乾粉那撒起啊，不能燒一些的東西，
哦，要分沙奈路，嘿，眼都切到會輸過，啊，也好處就是冇分，冇乜嘅都冇，以不以火線抑制下來，可能油類火在廚房，我們火就滅了，就沒事了，也許就沒事了。這樣，因為你廚房的食材也放得多，你用乾粉，那你那個食材基本也都報廢，變成有的時候可能火造成的財損沒有很大，反而是粉的打掃會讓你可能停業，或者就是食材都要報廢，那就是又是另外一種損失啊。火真的如果火比你的人啊，過的時間哦，也乾粉冇好呀。對，如果短時間的時間，伊係有效果，吼，尤其係所其實而家嗰種人拄到，如講譬如講，伊喺煮菜，伊下冇注意到佢油鑊嘅路起火嘅，其實人家如果做起嗰種人，如講水拍下去，係，拜託唔好，點嘛吼，因為種話，因為水嘅油比水個強，嗰時油會煎碎伊啦，會煎碎伊，嗰時其實我可能會睇嗰度地方去出火，但是用壓量嘅都可以。一般一開始嘅時間都可以。係啦。有嘅時間我會講啊，唔睇煮東西嘅成藥啊，冇冰油嘅冇嘅東西啊，我哋嘛有朋友伊都卡喺煮麵線嘅賣麵線嘅呀。拄好我只有成頭睇是周傳啊，然後湯無線電工。那台是有時候看一下地址，我看，怪怪哦，大部分朋友啊，你那個岳母家是地址是幾號？他說那個什麼什麼角落，誰會來？很快打過去，用的，因為他的女兒還在裡面，才小，還幼稚園還是小學吧。後來伊是第杯有逃生成功啦，有問伊都講按迄時有看到嘛嘅，如果伊個外婆啊，緊嚟，你都冇嘛，跟都冇講，緊嚟，一直講，變成就是你一點嘛啊，發生乜嘅事情，然後門打開來，人都撞入來，好快關起來，就門一關，人其實我等同觀眾朋友講，我這個時間吼，門打開來看到人吼。唔是上嘅關起來，先關來過安全啦。唔這唔得。嗰時啲火災現場地方，其實有幾多嘅事情吼，其實喺1秒鐘地方，如果愛去隔天咧，海豚節目我哋嗱從我哋監管同人講，其實遇到火災嘅時間，我哋睇啲可能要面臨嘅問題，同時愛去運作嘅一啲事情係乜嘅。休息下海豚節目，我哋咪嗰度過精彩故事哦。講下古來福氣來嘅，所以節目來真係平動足，其實小監卷同我哋分享也俾火災嘅啲經驗。我都想問下監卷，因為頭都已經有講到講，各種藝人遇到火災嘅時間，譬如講已經有講到講，各種看到火嘅時間，甚至看到人嘅時間，你都把門關起來，各種冇嘅翻咯。看唔到火都係關起來，人係帶酒嘅，冇法度走啊，樓梯走廊嗰度人，劈到一下吼，是會緊縮個縮問題啊，你冇做啊，本人那個人衝到嘅時間，那看唔到啦，你看唔到，我哋只有奈咯。等於你講，其實嗰時間已經準備愛走，但是人過太時間唔嘛走唔係。係，走唔得。啊，我哋前家那個新聞隊都會講啊，小火快跑，大火關門。那大火就是人過多的時間。你講啊，走唔得的時間，我快門關起來。像我朋友的伊個女兒嘛，伊嘛第2頁糖豆我婆體很放開下來，打開來走唔得，門關起來。一定都從看情況啦，一定是從個打開來，白。鐵屋嘅啊，隔壁年沙拿樓台本一定下來，啊，那都冇事情啊，冇法度白，你就門關好，帶下拿衫褲啊，設定嗰個，都冇本人要這樣嚟，因為外頭咧門啊，其實可以當骨橋啦，啊，所以我對差唔多，其實那個時間都會來啦，唔是鐵建築，你都門關好，屯119講唔提奶，買個件咧1到6。2樓還是3樓？你要囤119講，119要囤
現從誒小虎隊講，先救那個人，一定都有目標啊，沒有你模擬啊，你要先打火，那他們會先做搶救，所以以視情況先做搶救為主要第一目標。可是嗰種火勢勢還可以做，但是太火有熱，尤其有燃的時候都冇做，大家都把門關好來，同時把嗰啲門窗啊，好用啲布嘅鐵絲封嚟。最主要都講燃冇變入來啦，嚇，嗰種同時都開始可以打電話，係咪29同時去提供，唔可能睇那啲房間，至少本他嘅人提供，可以那一潛也人睇啊，係。因為頭先有講到講，其實佢邊要帶2個滅火器嘛，有啲其實我哋從頭我看到滅火器啦，但是冇人去教，冇講有教過，冇人去使用過啦嚇。你咪同人哋喺度示範一下講，譬如講人哋嘅滅火器地方，我用嚟去用，同時而伊啲方法係用好冇？真講我哋小紅隊嘅教人嘅方法啦，用拉苗壓掃。拉苗壓。拉最簡單就是我哋可以教人啊，你睇建築嘅時間冇按你拿，可以拿壓，因為我看到嗰度嘅建築嘅時間，數年佢。白唔放起來，會卡到，係會卡死嘛。那個都搞年嗰個呀，好都現蟲，這樣也插銷，有一堆，以為有一堆小小的像那個束帶的東西，那轉一下拔起來，拉，這就是拉掉，然後拉那個皮管，我們那個一般沒有介紹，拉，然後瞄準火源，瞄準火源，拉苗，然後壓下這個，拉苗。然後壓掃就是按下去以後掃射，就是這樣子。掃射，對。那這一壓二氧化碳滅火器最後的優點就是，伊唔會有粉啊，有乜嘅水啊，唔會有化學藥劑。壓定熄火，那可以用壓打黑，用壓用好嘅。啊打唔起，能用水，然後用乾粉打。我會講火模一台拿壓打起啊，規間嘅弄黑粉啊，嗰個牛哦。係，咁一部分來講啊，譬如講我哋二氧化碳咧，已經譬如講壓縮拿嚇，壓滅火器，伊有咩保存期限有啊？一般來講，伊無漏氣啊，無也落波也無上爐啊，冇乜嘅東西啊，伊可以不用永久。哦，不用永久。也有好處就是無漏氣、無廢氣，可以不用永久。啊，用嚟滴哦。伊會稱重啦，伊有啲重量啦，我哋地波東西打係伊會越來越強，係越強，有一啲比例啦，啊，一啲比例我用嚟講，我現場看啦，因為有啲鋼瓶嘅重量不一定，所以都是要現場看，然後評估之類的。嗰就等於如果嗰種伊保存的話，啊，你同時重量冇強的話，其實伊可以不用過久。但是我哋咧乾粉的滅火器呢，通常3年一換。啊，我哋壓鋼瓶法規是規定10年，超過10年我會檢查，檢查有檢查費用。啊，我哋會講，都不如買一支新的好了啦，按錢過多啦，那買一支新的又可以用過久啊。啊，我3年。我會檢查，底部的粉有過期冇啊？伊的壓力啊，你當空有一點壓力嘛，我們就會看上面那個壓力。你面對它左手邊，它會有一個0，就會冇壓力的，冇壓力。啊，右邊就會壓，那個基本就是看它有沒有在綠色的那個中間，只要有在綠色那個中間，基本就沒有問題。然後還有它上面會有一些什麼檢查日期啊，或者說什麼時候日期就要檢查，就是以看那個為基準。多注意一些啦。啊，萬一我一看就會壓有一些這個小小的熒光貼紙啊，壓認證啊，那個內政部消防署認證，要是公家機關或者是工廠消防檢修申報，就是看那張貼紙。你沒有那張貼紙，這個東西等於就是它是不存在的。可是我們一般家庭當然是沒有這麼嚴格啦，可是變成就是有沒有保障，那是不是另外一回事？另外一回事。觀眾朋友看到影片，我感覺到講，今日警員來到我哋嘅現場，係咪同人講防災一啲係知識？我哋講同他人也可以注意到，講一般來講嘅方法當用嘅防災，其實唔單止吼，因為警員吼，我哋睇電視上看到也是吼，每一味係救護嘅意思，我們每一味講嘅一道事情，係因為伊吼把也要村莊地方，伊啲貴貼嘅東西，連行也要村莊啊，等等講嘅放鬆嘅一啲內容吼，也係用一啲情形同我哋馬上強我哋警員同我哋講，都是當初做嘛好想把天牛威甲也內容地方標下，標到我哋村莊嘅一啲放鬆內容地方。
我哋之前喺我哋叫我哋做天向嘛，有個狀況吼，司機啊冇信號。我唔錯。係啊，冇信號嘛，國家警報愛來嘅時間，唔數唔多啊，冇到去鐵通東下，啷個下，咁都冇效。啊冇效，我有睇之前有睇消防公司上班過，一定有那個火警警報嘛，那屯下嘅強就會收到信號，會飆出來本人地啊，然後就講要麼可以試看看那個屯下爸爸常想看看那可以做麼，一開始嘛唔敢做啦，因為做麼吼，大家按不要拿講草擬，因為按後來軟磨硬泡啦，然後就是後來就讓我做，那我哋嘛用牙差不多上線到今天被爆出來2年。啊，2年的中間其實有幾道問題啊，冇聲音啦，亂嚇，黑白嚇啦，嘛有啦，啊冇就係東西壞嚇，聲音出唔去，聽到係好嘅聲音冇法度出去嘛，幾道問題會修正的啊，都好今年去年就是剛好那2場，就是剛好本人看到也係成績啊，我哋用公司同我。一開始我睇做嘅事情，其實一點都做，一點都低嘅啊，一點都講先愛定呂鳳村先試看看啦，因為公家機關要的就是我要先看得到成績樣本，我才敢幫你推。啊，冇當他本買又很愛的啊，你又冇買嘅事情啊，公家機關我也不會怪他們，因為這個就是對，我們就說好，然後就以我們做示範。那現在俺哋公司都講。我哋做天向全部啊，狀況都會做啊，而家都會洽談中啦。觀眾朋友談到一片，這個有談什麼？因為其實吼，聽我哋屏東人來講，冇講屏東人啦，其實有幾多嘅鄉下啊，等老人家一定可能，老人家一定睇狀況嚇。他有時間哦，睇各偏鄉嘅地方，有時候等咧睇人曬，用個手機又唔係按好。通常有這種鐵通的時間，有國家警報的時間，伊的鐵的手機可能數唔到。聽伊講，可能有時按不下時間，伊手機數唔到，伊冇通到。嗰時我哋咧研究，伊都想到講，我哋係咪有可能把我哋咧國家警報用我哋咧地方嘅放鬆嘅啲內容，提供出去。但是頭先咪講到，其實有2年內，其實咪有嗰種亂響啦，冇得響嗰時就冇通到。喺度最尾聽我哋差唔多，喺2025年咧嘅2排鐵通地方，伊真實都有發揮到以後嘅效果。佢其實睇下人有通到，甚至講有利用，可以看到有內通嘅時間。我哋講先講狀況嘅錄音嘅，睇下人嘅感覺用嘅。你講嘛是有差啦，啊，因為你以前哦，我哋國家警報因為發訊息的時間會塞車，有的時間可能會更慢一些。有人會數到，有人冇數到。係啊，我哋也就會全部狀況人啊，都可以有線傳輸會比無線還要更快更穩。啊，發出的時間就糖得多的時間，差不多這幾年這樣子，我會慢慢想要培養，讓村民聽到這個聲音的時候，師兄按動，先只有弄好，先跑再說。我自己現在已經訓練到，只要聽到那個聲音，先不管，先跳起來再說。那也有這次的國家警報，其實也有慢慢在進步，就是跟我們村莊的廣播是一起到的。但是我也有接到我哋總統員工，我有慢一些，差不多5秒，差不多5秒，他說慢了5秒。那這個問題還是存在的。那我哋24號也推動的鐵通哦，拄好我哋我媽媽阿婆提煮飯吶，啊煮飯啊個個人嘛，從那種關起來，司機又拄好變個鐵路杯，然後司機躺唔到啦，啊老婆的風筒嘛躺唔到啦，這個變成就是哇，2個警報都已經響了，你都沒聽到，那變成就也是個漏洞，可是。我們今天防災意識就是要盡量把這個漏洞填起來。這個東西就是我們要實際上路以後才會發現問題在哪裡。因為真的有的大樓建築的問題，手機到了裡面也會沒信號，那也是只能靠像這種大型廣播，放鬆點然後糖的都有的鐵通的啊，還能手機沒信號用糖的，這樣才可以這樣子。
不過喺嗰種天災，無如講嗰火災啦、天同對我哋來講，其實都係一個最重要嘅事情。但是按樣嘅去先準備好，同時可以個及時的拿到我哋一個防災的事情，同時談到事情以後，能用嘅反應，其實係基本上我哋節目地方，堅決希望盤他嘅人講清楚嘅。基本上係咁樣嚟堅決，我現場分享安多安精彩嘅事情。好，感謝主持人啊，感謝大家。休息一下，我哋聽下啲先生來聽下運動哦。各位福喜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到我哋嘅面書、網站，同時到 YouTube 把我哋嘅影片分享出去哦。